好烦呐、他们为什么摄影师在那里最前面？在这边看全是后背吧。感谢卓越城化妆队带来的精彩表演。下面有请比如县民族艺术团带来的扎西公主。能看到多少看多少吧，没办法。不是阿布的妹妹啊，不是阿布的妹妹，阿布的姐姐。画面缩小，人脸看不清楚，阳光不。阳光不什么？很阳光，很亮啊！现在是比如的了，咱们现在是比如。我等会儿就是你们多多点赞，我会把这个往上面拿，你们可以看得更仔细一点。但是就一个小小的要求，给咱们的关注点上，然后咱们把这个直播镜像往上面拿，你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小小的家们，他们人很多，跳得很好的，真的跳得很好。我就比较喜欢他们那边的舞。哎呀，我天哪，又挡到了，真是。换哪儿挡哪，我也是真的。哎呀，红牛美女又出现了。红牛美女谁呀？红牛美女我没看到，有这个吗？真的吗？哇！真的这样拍呀？真的这样拍？中间。你不要艾特他啊！刚才给他看了那个红牛美女，哇，好好看！感谢摄影师人点好的，可以吗？这可以吗？这后面没地方去啊。谢谢分享，我就不说话，你们可以静静的看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好看。现在可以了没？现在可以了没？现在不是动吗？现在差不多了吧？现在差不多了。哦吼 ！Oh my god！Hello 兄弟。真是切哪儿挡哪儿。好，那好，那我去拍摄了啊。专业的吗？不是啊，兴趣爱好。现在很好，好的。好的，我的天哪，我这个机拿也拿不上去，然后他们又很想看。我去拍摄了，谢谢，不清晰，真的吗？这下可以了，他说可以了。啊，你去拍吧，我给你看。纯正的味道，对。给你们欣赏跳舞环节啊，家人们！我个人是很喜欢那边的舞蹈风格，我觉得超好看。在成都景外中心啊，家人们！建筑的人，我称她为红牛美女。哦，好的，我们这个直播就开了开了屈指可数的数量，你都能记住她。有这么牛的？哇，很好看哦。有这么牛呀？这个是比如的艺术团，锅庄舞艺术团，表演多长时间？应该是到9点半结束吧。点关注哦，家人们多多点赞，点关注。这个是团队的唯一官方账号啊，团队的账号哦，家人们，这是官方账号哦。景外，成都武侯区景外中心，家人们。谢谢点赞，每位朋友把赞点到3000，家人们。
我的小学啊，谁呀？这些啊，这些是你小学同学啊？就是家人们给咱们的赞，天天如此。明晚也有，只有今晚有哦，家人们。如果你们在附近的话，就来现场看，很好看。我估计现场现在你们也掐不到位置吧，因为太满了。对的，境外中心。主播晚上好，男生的最后一个。哦，我觉得他们跳的都很好看。是吗？还是不是呢？她是我的阿姨。红牛美女是我的阿姨，什么时候她是大学生了？对什么对？你是我的阿姨。睡过头了，不然来现场看了。过去看，对，只有今天有这个表演。今天是比如他们过来宣传文化交流啊，咱们就是舞蹈文化交流，在成都境外中心武侯区境外中心，家人们，乱说，太晚了。现场人很多，你们压根儿就是很难挤进来，真的很难。我的天哪，太多人了，太好了。对他们还有表演啊，家人们，你们把赞点起来，他们还有表演，给咱们的关注点上啊，关注点上。谢谢上的小心心，咱们在成都境外中心啊，太好看了。对，他们就是跳舞，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粉丝群直播的声音好好听啊，谢谢主播主队客队轮着来。对的，这个心一看就是铁粉啊，铁粉要来现场了，7点左右我就到了。哎呀，这老粉丝，给你念了。要境外中心啊，家人们，境外中心。现在人特别多，家人们就很难挤的。哎呀，我的天哪，5、6层了吧？现在应该今天很多人，太多人了。什么时候来东北长春？一般是不走太远的地方，因为本身这个创建这个团队的初始是想大家都跳舞，放松心情，锻炼身体的一个舞场啊，不是那个用来商业表演的啊。这个真的很特别，很有民族味，好看。对，就是民族宣传嘛，就是文化的舞蹈文化的一个交流啊，家人们。表演是做外边说可以的，但等会儿表演了我就不说了啊。市面上的锅庄都是比如的，对，很好看。小得进不去，对。好，现在他们要表演了，你看一下。都很棒啊，家人们没有来，他没有来，不是，今天是第2次吧。好，他们要开始了，你们就沉浸式看他们跳舞。拉萨经常有锅庄舞，对，成都也有啊，家人们，成都也有，你们也可以来成都看。这个小团在很忙，对，因为今天来的人比较多，就是不光是他们，还有其他的人比较多，所以说就是保存横屏不行吗？这个不是我的直播架，他等会儿过来了，我问一下他啊。对，这里每天都有锅庄舞，这个位置在哪个位置？成都武侯区高升桥境外中心啊，家人们，境外中心。左改来了，没有，他在拉萨。高气，它的这个电量好像有点低吧，所以说有一点点不高气，70度不够，那后面会好一点吧，家人。小罗在拉萨，家人们，小罗在拉萨，所以说没来。康珠不是的。现在是团队
节目？没有，就今天有家人们，所以说你们一直把直播看了就行了啊。就今天有这个直播，哦，不，今天有这种表演，明天就是正常的咱们跳舞的那种。这是哪里？成都武侯区境外中心啊，境外中心一下。真是棒棒的，点赞，谢谢点赞。哎呀，哎呀！今天还正常跳舞吗？应该今天全是那个表演啊，全是表演，应该我不知道，家人们。好，家人们又可以看他们了。哇塞，现场！他们说你这个能不能横屏？啊，可以呀。人家电量太低了。今天还正常。这样吗？对，就这样。都倒霉了。放一个其他的可以看一下。今天不知道正不正常跳舞啊，家人们。你帮他怎么吗？那我叫我伙伴。谢。好，你就不用过来了。有点看不到。你这个是亮度没有调好，他们说很模糊，那种什么很暗。就太暗了。主持人是谁呀？朵儿和比如线的一个，我也不知道。哦吼，当完喽，稍等一下哈，都可以了哈，家人们稍等一下哈。点点赞啊，点点赞。好了，现在可以了，我换了一个。就是马上还想了。现在横屏了啊，现在横屏了。就这个呀，它是那个视频号。哪曲的？那去比如线，具体地址在成都武侯区境外中心，家人们，就今天有这种表演哦。他忙的到处跑干什么？本来练舞的时候都练了，但他结果跳不了，一直在忙。成都是专门对，境外中心啊，境外中心。刷到了妹妹。进来的时候被骂了。在想你等会怎么进去玩？对。大家点点赞啊，能分享直播的分享一下直播。现场人多不多？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人多不多？来，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好专业，好多人啊！今天在境外这边，大家一起交流那个，来，让我们一起欣赏领略专业团队的精彩。对。明后天就
病。太美了，对对对，他们就是专业的，对，他们是专业的哟。他们是比如县的，应该是歌舞团吧？歌舞团，对，比如县歌舞艺术团。我上次去境外一样人多，对呀，现在人多的，我的天呐，好多呀！高升桥境外中心。今天有没有1000人？一直问那个赵医生，差点说赵医生。今天有没有1000人？还有吧，我操，这么大个圈去。这是在哪儿？在成都市高升桥，武沟区高升桥境外中心啊，境外中心。错了。好的，好的，好的，喜欢就好啊，你们喜欢就好。哦，这个就。因为他们说和平的话看得见，前面的人挡住了看不到，现在看得到吗？现在看得到吗？视频好看一些，因为刚刚有人说横屏好看，所以我们是横屏的啊。但整体效果的话，横屏好一点，看得大全一点，全部看得到。震，怎么震，家人们？这是比如县最近，哎呀呀呀，再升不了了，家人们，我尽力了。不是比如的，他们不是比如的，家人们。人是，哦，是吗？好像甘肃兰州的吧？他们另外一个团队啊，阿若吧。到中间去拍摄吗？中间的话我们直播的不能去，但是摄影师在那边。对，瑞瑞。我已经把镜头拉到最大了啊！瑞瑞他们在表看得好，对对对。他这个，好像是，他这个无人机，我不知道是谁的，拿不到的收了。广告说一下，广告说一下。那个谁的一直在飞，不让飞。看见电视台拍背影。是哪个的无人机？赶紧收了。哪一个去？无人机，这个地方是航空管制区啊，任何飞行这个放这个低慢小的这个无人机都是禁止在武侯区这边放的啊。哦，我不是说歌，我说人。那个女的是兰州的。是哪个的？无人机哈。哦，好的好的。下来。在这儿说一遍哈。下来。这个地方武侯区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有的话帮忙出来一下啊，帮忙打在公屏上。刚刚那个就叫康堆比如，我今天说的。拒绝了。对呀。立刻马上把这个无人机啊轰走，听到没有？放下来。我们的位置在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境外中心啊，境外中心。是哪一个的？把无人机赶紧收了哈！大家点赞不要。我跟你说，从今天晚上开始，这儿
再跟你们说一遍，所有的这个地方，整个武后区是不准放这个地方的哈，这个无人机是不准放的。那么远啊？哦，你这个如果是刚刚在那儿呢，刚刚在这个上面，然后无人机在那边，后面过去说了我就过去了。你们这所有的观众这儿再给你们说一遍哈，这个整个武后区这个地方，为了航空安全是不准放无人机的，禁止。就是这个。如果是下次再发现这个事情，要追查到底，我那就说要带起要进行处罚的哈。我今天晚上第一次给大家警告哈，就这样哈。我都忘记了。哦，你来树上的哈，注意安全桥下来，不要站在树上哈。哦，谁在树上了？为了看，真的在树上看。存在安全隐患，你来树上的几个啊。这些人有多的话下来了以后把人砸了自己办嘛啊。还有一个呢，这个你这儿这个声音要小，不影响周围这个居民的地方哈。这个声音啊，希望大家不要在这儿高声两声，好吧？对吧？应该有2000多个人了啊！现场啊，1000多2000应该有吧？应该有。小妹他们在这边搞了几天了？就今天晚上。平常的话是昨日上团队在这里啊。家人们多多点赞啊，多多点赞。就有邀请过来一起交流，什么人都有。对。那边哎呀，他们好烦哦，不能弄的就不要弄嘛，这儿弄得很有影响。这边的话，他说罗马架子过程。这边嘛，不，罗马架子过程是冷场了。对，那边在路上的。那边他重新吃了花坛。哦，男主持人是洛桑团长。刚刚有朋友们不是在问主持人嘛？我现在看了一下，好像就是他们两个吧。谁？主持人谁？这两个呀，男的就这两个。刚才几个跳是哪个团？阿若窝巴，甘肃兰州的阿若窝巴。我是看了预告进的直播间，对的，镜头前的人能走。咱怎么可能呀，家人们？他们是表演嘉宾，我们是没有。这个就说那个舞，这个舞最好看，这个舞最好看，这个舞好看，家人们。这个舞好看，终于看见他们。还没有学会。这是在哪里呢？这是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景外中心啊。哎呀，我的天哪！再高不了了。
感谢比如县民族艺术团带来的精彩表演，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他们。给我多多点赞，多多点赞。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下面有请卓尔成武服装队带来的吉祥衣舞，我们掌声欢迎。我们那么一种，要在广场，你像衣服是那么紧张，接拍的全部往后推一下，往后。给谁的牛们的那些牛，哇，街拍的真的是也是非遗文化队呀，就是把前面那个大背影给它什么避开。好的好的，大背影给它避开。直接站在他前面看他啥表情。这个有点不敢，家人们，因为他们的作品要发到各个网站上去呀，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个光头故意，我这也在说一个光头故意站在这完整里。版的一个视频。那光头是谁呀？我看一下。卓尔成不团队的不是。哦，那光头走过去了。我是一个在这边上班的人，然后刚刚说了他的，在这边帮忙直播，然后我就帮另外一个人直播啊。然后我看就是帮我们的彭硕老师直播。这么多平时跳锅庄的是美女，今晚有。有，现在就跳了啊！这是。对，那个音乐太好听了。现在我又举起来给你们看，哎呀，我的天！你们举起来啊！你们点赞哟。不用谢，我举起来了啊！我举起来了，举起来了之后我就看不到字幕了哟。点赞啊，点赞。
该不知道，9点多钟就会结束哦。对，这个是义舞啊，义舞。2个特别的公益舞蹈节目。家人们又比如了，比如上线了，给我关注点上啊，我就给你们举高一点，我都一直举着给你们看了。你们给我关注点上，家人们多多点赞，多多点赞。我看我现在赞现在才1万多，我的天呐，给咱们点到5万。你们队好多人在哪里？在成都某区境外中心。2024年比如县举办的苏比纳秀歌舞之乡传统锅庄大赛中，28支参赛队伍带来精彩表演。大秀姑娘吧，应该是。其中5支参赛来自区外，经过激烈的角逐，我县民族艺术团荣获第1等奖。谢谢主播家们，给咱们关注点上啊！有请他们带来的热如果庄5支《不在天地间》。没关系，没关系，没看见杨笑儿在啊，在。我的天呐，在四川啊，在四川，家人们在四川，不在天地间。对，我给你们举高一点吧，他们真的，哎呦，全部往这边挤哇。在那里。我等会儿再给你们看吧，等会儿再讲。哪里？这是成都市我们上一组的成都市全跑境外中心啊，境外中心。哦，看了。这已经来了，对对对，都会来的吧？来了的。
就今天有啊，家人们，就今天有这个惊艳程度，你们自己看得到啊。咱们刚刚给你举高高的看。第一个。刚刚那个是比如这个是歌舞团的啊，然后今天那个跳衣服的是灼热产物团队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他们都在这边休息，他们团队都在这边休息啊。谢谢主播，没事的，家人们。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喜欢。那么，比如现在呢，不仅有好看的舞蹈，还有很多特色产品。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来一个小互动怎么样？好的。没有，就今年这一次，家人们，今年就这一次大型表演。我们的今各种完了，各种样的。专业的确实强，特别是编舞队，他们那边的就是编舞啊，各方面哇，音乐也好听，舞蹈也好看。平时我们都喜欢练那边的舞，因为真的很好看，特别强，特别强，超好看，专业的。喂，就用一个音响嘛，用灯子那边的音响。家人们多多点赞啊，多多点赞！现在是那个宣传他们那个文化产品吧，好像。歌舞团队是一些都棒啊，家人们！今天来的表演的所有的团队都是很棒的啊，都是很棒的。高升桥警卫中心，下有个。前面大哥妈那点上，好看，哎呀，这谁是，真是不为人考虑呀。对的，对的，对的，现在是广自司机。他们比如线的话，跳的是专业一点的。咱们舞蹈也欣赏完了，该插播一条广告了。前面大哥的话也会我们的年轻也好。没办法，家人们，他们摄影师要拍服装舞去要拍，然后就站得很那个。摄影师挡住。对。是的，是的。他在直播吗？在直播，你叫他让一下。比如现专业的这些舞蹈师，因为表演嘛，适合表演的。大家可以稍作休息，等会儿我们还有表演。适合表演，对，适合表演的啊。今天晚上就是表演嘛。正在搞。在哪里？成都市高升桥境外中心啊。大家点点赞。亏是不得亏的，家人们，咱们都是公益表演的。现场人也是很多的啊，现场人也是很多，团队太棒了，对，非常的棒啊！咱们的关注点上啊，宣传这个摄影师真的是的一些文化啊，光子会知道和测试，对，没错。哇，没有轻错，都做到里面来了，那太夸张了。赞，轻错吗？管理员怎么不说？轻错不是这个团队的啊。我看拥挤跳舞是请逐日成舞团队。好的。木他们啊，
谢，祝你们也汪姆开心啊！汪姆是谁呀？汪姆吧？有。团队里面只要是在成都的，基本上都来了的啊。我要把摄像头听作没有在对，在罗曼加尔广场。妈呀！中午特别适合广场表演的。对，是的。哎呦我的天哪！作业啊！辛苦不辛苦啊？来了吗？就是欢迎下昨天。对。看什么上分什么有够了，下面。对，是的，最后一个。哪个最后一个？哦，那女队的。我太喜欢那雍真。所以雍真在最后一个。累了，真的累了，家人们。这个是昨日查姆过壮团队，这个是官方账号啊，你们可以关注这个账号，昨日查姆官方账号。耶！等一下，啥子这都早就是不是吧？哎呀，他早就是不是。这把牵起了，你们牵不能牵起，不能再人了。开心帅哥，对，表演，这是在表演。感谢昨日长虹国中队，现在有请比如县民族艺术团。这边不能坐人的，哎呀，怎么管理员也不管了？你看我下面，我挪都挪不了，他们上面全部坐人了，这里面是不能进来的。在2024年玉树全国全民健身广场为系锅庄舞大赛中，我们比如县艺术团凭借精湛的技艺与出色的表现，一路过关斩
第1名等荣誉。今天我们再次相聚于此，就是为了将这份荣誉与精彩延续。坤哥不知道去哪儿了，这边太夸张了哦！管理员都在那边，我的天哪，这边都没有人管。管理员在那边，接下来，看全部往里面挤了。民族艺术团带来的舞蹈《草原颂》。哇塞！邀请的团队都是年轻的吧？邀请的团队是比如像的专业的演员啊，歌舞团的。不要钱了，不要钱了！欧姆不在吗？在呀，在。欧姆在哟。要不站到中间去嘛？欧姆在呀。哇！妈！一直在前面。这不钱了，不去了。当时人还怎么弄嘛？我把镜头拉上去喽，不要点赞啊，点赞。干嘛？这种味道，
吧？他这个都挤出来了。天哪，好好看！哎呦，好累啊！感谢比如县民族艺术团带来的精彩表演。哎呀，对，好好看！哎呦，很好看，我的手都快没了。佛区高升桥景外中心啊，景外中心非常棒。对，我在三亚见过80阿姨跳教舞的是年轻人。对，也有这种的啊。谢谢关注家们。刚刚是比如县的啊，家人们。这是在成都佛区高升桥景外中心。不是比赛哦，本来就是为比赛，这不是比赛啊。他们去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这儿不是比赛啊，这不是比赛，这是公益表演，宣传一下民族文化，然后他们的顺带宣传一下他们的产品。不是比赛啊，这儿不是比赛，不能这样子说的。是比如群众艺术馆的吗？是比如县的。人家是对，人家这个是舞蹈文化交流。他们也要开。没有拿任何那个，他们来这边我们也没有那个。不是比赛，是宣传，对，是表演啊。对，不能用比赛这种词来形容的。这个跳的更有原始味道，就是文化交流。对啊。家人们多多点赞啊，多多点赞！当时这个舞蹈就是为了哦，那这样还说得过。你说这边是比赛的话，那就不是啊，叫 PK 吧。这边就是叫交流，没有什么 PK， 也没有什么比赛，不管他们这个舞是怎么来的，这就只是交流，舞会交流。在这里哦。比如县艺术团本来就是，对，他们是冠军团队的啊，来这边都是舞蹈交流的啊，文化宣传，舞蹈宣传。我们看到了没有，家人们？是的，对，真的是文化宣传，这种就不能拿来做对比啊，不能说对比的那种话来说。藏文交流是吧？四川藏族交流是，对。家人们多多点赞啊，多多点赞。现在是好像是他们要一起跳舞吧，好像是一起跳舞。这是在哪里？在成都。对，友谊。佛区高升桥景外。就相聚在此都是友谊。切磋武艺，对，这是在哪里？在成都高升桥景外中心。现在是他们一起跳了。他们现在要一起跳了啊！一起跳了。我们在哪？我们在这里。晚上好，晚上好。大叔没有吗？谁是大叔？哪个大叔呀？哪个大叔，家人们？我们美女知道要对美女们都跳得非常好啊，没有说谁比谁好啊，都是都有自己的风格啊。我还是很喜欢拥挤多一些。哦，好的。对，传播到威海了，欢迎你们的到来，到威海跳。好的。这也太远了吧？名字忘了。哦，好吧。终极才是中央场的灵魂，都是灵魂吧，都是缺一不可的啊！每个人都是这个团体的、这个团队的一个缺一不可。苏拉没跳吗？苏拉今天晚上没跳啊。阿达大叔，阿达大叔也不在这边啊，没看到王青在啊，王青在。说的对。喜欢八堂曲针、佳默，对，也好看。他的前面有我们先照相的搭配，不让大家
记得没跳，抬起来了。年纪小小的。哦，你是说卡西在这边？我们天天跟着吃。好的。我不在啊。说明你不是团队成员。各有特色，各有特色。王心在这里。麦子也没见，因为他们不是团队的，他们明后天会在这边跳啊。在哪里？在成都武侯区高升桥景外中心啊。看王清在这儿，王清在这儿哟。等一下你们就看到了啊。做解说好。小罗在拉萨，他在拉萨。空姐不是团队的吗？空姐也不是团队的。什么人都是。等一下，我等会看到有几个，对，是这样。刚离开2天去搞大活动，离开2天。王清在那边。成都武侯区景外中心。因此，罗尔他们的群录最新的这个过几年想到罗尔场嘛，纽约很多的弟妹跟他们说什么？哦，好的，是在哪？在这儿，等一下，马上就到了啊！快到几点钟？应该快要结束了，9点半要是吧？对，哇，你认识的这么多呀？在哪里？在高架桥，景外中心。做美女是谁？啊？做美女？摄影师叫彭总。太难的。下一个。真戴眼镜，对，在这儿。是谁呀？在那里啊。雍真美女，杨秀美女，对，明天在哪里？明天也在这边跳舞，但是明天没有表演，明天是一起跳啊。比如像你一边没有嘛。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路人。下面有请实践线，对，都有特色啊，都有各自的特色。第一个，对，这个是最漂亮的。哦，还有个新的，哦，好的。有请。这拿着，这样拿着。他说现在挪一下。挪一下。鞋踩着了。鞋没有钱了，鞋在后头。现在后面。挪一下。挪一下。前面，包子交到镜头前给我们打个招呼。下面我们等会结束了再弄包里，现在有点不敢。他们团队的都在这里，不能上去。明天晚上没有了，擦下镜头。哦，你们看到了没有？现在他们要献哈达了哟，献哈达了，家人们。为昨日茶口服装队献哈达，以表达感谢热情招待。是
一直拍照的东方。应该快了吧？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家人们。哦，好的好的，这是哪里？这是这里。对，现场拿对。境外中心啊。现在他们